yang gì mới chụp đi.
是纳好的所在，所以这个就是纳好的所在，这个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啊，这我既然会当伊知影讲找一个上安全的所在来做，啊，为什么讲咱人唔知影要去找一个上安全的所在？所以他讲孔子他讲，咱为什么讲咱人有一只鸟啊？一只鸟啊，伊就知影人去找上安全的所在来遛困。啊，为什么咱人袂晓去找一个上安全的所在？啊，什么拄啊上安全？你若要讲咱这面的对啦吼，面上安全的所在就是民主甲咱点名，你哪位上安全？咱人啊，控制就对啦，绝对袂去控制遐，绝对袂去控制遐，会去控制额头啊，是控制边仔，但是迄点吼，袂使去控制。为啥物讲？较早我们伫个三毛讲义内底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迄个听倒摆啊，有一个听倒摆啊，啊伊行路边哦，啊无小心去滑倒呢，拄啊去有一顶啊，伊拄啊去碰着咱的下关所在，啊碰着遐尔后，上去平，点查无啥物顺，伊咧无停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迄个就是讲，有当时啊，人咧讲，你袂使去控制。哦，虽然讲民主在咱点咧是咧为咱的人权，你若你看较早咧讲的，较早咱来看武侠小说，伊咧讲譬如讲咱的印堂啊高黑哦，就是讲这个人高无偌久，啊印堂就是伊嘛是咧指这个神官哦，伊嘛是咧指这个神官，啊所以这个神官呢，是咱要保护一个头要保护上安全的所在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孔武主他就讲，一只鸟就会当，伊就想要去叫大上安全的所在，所以咱人知影去找这个上安全的所在，这是我的感受啦吼。因为咱人头啊，不讲吼，你刚刚讲咱做。